KTSF, serving the Bay Area. 今天的闽南语，也就是台语，源自于黄河洛水一带，早期被称为河洛语。像目前中国南方的一些方言一样，闽南语和粤语都保留唐朝时期官方语言的一些读音，运用在语言最精华的诗词上，也可达到古音重现的效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古酒所入瓮，独钓汉江雪。显示语言的保存工作也相当受到部分海外华人的重视。而尽管目前仍然存在着人们对于拼音教学的争议，不过挽救和保存语言的工作则仍在继续。26台记者廖培军采访报道。KTSF, the face of the Bay Area. 你们今天新闻好像你们廖培军有这个做一个保存母语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是很有趣，因为其实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件好事。那我只是不希望说一些人把它弄得太政治化，像如果弄得太台湾像独立或者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些人是台独的人在做什么，这样就不好了。那其实语言本身的话，其实我们小时候学这个唐诗300首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嘛，这个其实古音保存比较完整的，像闽南语这些东西，在我们学这个唐诗的时候，尤其是押韵的部分，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帮助。对，这的确是不错的。这个唐诗300首，如果用闽南语或者用广东话念的话呢，要比用现在的所谓的国语或者普通话念的要更合辙押韵一点。其实我也听说过，以前我们其实国语是个北方的语言经过各种不同种族的这个融合已经变得跟以前古音就比较不一样了。当然，那刚好我们这个你们今天的新闻有做这个专题，我觉得非常好，看以后有机会的话能多做一点类似的。当然不见得一定要河洛语、闽南语那其他客家话或是甚至广东话之类的。好的，谢谢各位朋友，我们休息2分钟，马上就回来。